各位同學，大家好啊！等我嚟解答一下呢2025年第21題嘅選擇題啊。以下那些現象呢，可以藉波嘅速率於不同嘅介質有所不同嚟解釋嘅。OK，咁當你遇到有不同嘅介質，即係話呢，我哋涉及兩個嘅介質啦。咁好明顯，如果涉及兩個嘅介質，舉例由空氣 OK 進入水咁樣，呢兩個呢就係兩個不同嘅介質啦。如果嗰啲嘅波動係由空氣進入水嘅時候呢，由於佢哋傳送嘅速度唔同啊，所以呢，佢有機會譬如光嘅 OK，佢哋呢會係有所偏折嘅 OK，佢哋係有所偏折嘅。如果係聲波嚟講呢，同樣嘅情況之下，空氣如果假設係進入水嘅話呢，如果呢一條係聲波嘅話呢，咦咁就完全同光學調翻轉啦，佢係會行得更加快，所以佢係偏離發線嘅。OK，兩個唔同嘅 concept 嚟㗎。再講多次，呢個係光學。呢個係聲音學或者叫聲波、超聲波等等呢，都係用咁樣嘅 concept 嘅。OK，好啦，咁而家問你啦，即係簡單嚟講，呢個情況就係統稱佢為折射啦。好，問你以下呢三個邊一個係涉及折射嘅啫？好，一嗰度回聲，我哋錯嘅個原因，因為回聲只不過係講緊佢嘅反射啫。OK。聲音嘅反射啫，聲音嘅反射全部都出現喺同一個介質嘅，佢冇進入到第二個介質㗎，佢冇進入到第二個介質嘅。OK，所以呢，佢唔係入咗第二個介質嗰度。好，第二嗰度啦，彩虹，彩虹好明顯係一個折射嘅概念啦，因為呢，我哋一啲嘅水珠，如果當光線咧入到嗰個水珠嘅時候，因為佢嘅發線每一點咧都唔同嘅，咁當光線由呢一個嘅水珠想出翻去嘅時候呢，咁佢會進行呢，可能會有機會進行全內反射啊，跟住之後呢，再出翻去空氣嗰度，所以呢，嗰啲嘅光線呢，會不同嘅波長嘅距離呢，引致到佢會有唔同嘅唔同嘅速度去行走，咁啊引致到可能一條嘅彩虹，咁呢就因此而出現咗啦。OK，咁所以亦都係關於光學嘅折射嘅。好，第三嗰度海市蜃樓，咁海市蜃樓一定係啦，因為光線喺不同嘅介質嗰度，可能嗰啲空氣嘅不同嘅介質啦，佢哋因為有熱同埋凍嘅關係啦，咁呢。喺夜晚同朝頭早，佢都有唔同嘅溫度嚇。對於嗰笪地嚟講，咁所以呢，可能嗰啲嘅光線透過嘅不同介質嘅面嘅溫度唔同嘅情況之下呢，佢哋會有所折射。咁折射到呢，係有機會會進行一個叫做全內反射嘅。OK，咁但係我哋喺好遠嘅情況之下望到，咦？我哋喺呢一度望到嘅時候，明明嗰條光線係由天空嚟嘅，跟住全內反射去我哋嘅眼睛，點知我哋喺好遠嘅情況之下呢，以為嗰度就係一條直線啊，所以可能呢一度係一嚿雲嘅話，點知我哋望住一條好遠嘅地方嘅一條直線，望住個地下嘅時候，竟然見到一嚿雲。我哋就誤以為呢一度係一灘水嚟嘅。OK，咁所以咧呢一個就叫做海市蜃樓嘅情況啦。OK，好，咁啊，所以咧第二同第三係啱嘅，所以答案係 C。呢一年咧揀 C 嘅同學仔咧總共有62%，咁都相當正常啦，即係高過50%啦。咁啊，但係都唔係太滿意啦，因為呢啲都係相對簡單嘅問題啫。希望你都下一次見到同類型嘅問題都識得答啦。好，同學仔加油啊！拜拜。